2026年丙午馬年即將到來，隨住流年更替，九宮飛星方位發生變化，家居風水佈局亦都需要相應調整。九宮飛星係中國傳統風水學中嘅重要理論，每年9粒星曜飛臨不同方位，直接影響住家宅運勢、事業財運、健康情感等各個方面。2026年嘅風水佈局從2026年2月4日立春開始生效，持續至2027年1月31日。需要特別注意嘅係，風水年嘅計算以立春為界，並非農曆新年。今年最大嘅特點係五黃廉貞大凶星飛臨正南方，恰好亦都係馬年太歲方位，形成雙重凶性，必須特別重視化解。本文將為你詳細解釋2026年九宮飛星嘅每個方位，包括吉凶屬性、具體影響、催旺方法同化解技巧，助你喺新嘅一年趨吉避凶，迎接好運。無論你係希望催旺財運、提升事業、改善健康，定係增進感情，都能夠喺本文中揾到實用嘅風水佈局方案。2026年正東方迎來8白左輔星飛臨，呢個係全年最重要嘅財位之一。8白星五行屬土，主管正財、置業同事業晉升，九運期間更係當旺之星。此方位對上班族、創業者、投資者尤為重要，能帶嚟升職加薪、事業發展、置業購車等喜事。催旺要訣：保持正東方位明亮整潔，視野開闊，切勿堆放雜物或擺放垃圾桶。建議鋪設黃色地氈，擺放黃水晶聚寶盆、陶瓷花冰、黃玉石擺件等五行屬土嘅物品，亦都可以種植發財樹、金錢樹等大葉綠植，或擺放貔貅、金蠶等招財擺件。數量以8為佳，應和8白星嘅能量。若辦公台或者收銀台能設置喺此方位最為理想，需特別注意避免擺放紅色物品，因火泄土氣會削弱財星能量。同時避免洗衣機、冰箱等嘅噪音電器長期運作，以免干擾氣場。此方位催旺得當，全年正財運勢將顯著提升。東南方位喺2026年飛臨九紫右弼星，呢個係九運嘅當旺吉星，五行屬火，主管喜慶、姻緣、貴人同人際關係。此星能帶嚟結婚、添丁、升職、搬遷等各種喜事，特別適合單身人士、催旺桃花或計劃結婚懷孕嘅夫妻加強佈局。催旺秘訣：東南方應保持空氣流通、光線充足，適合作為客廳或主要活動區域。建議鋪設紫色或者紅色地氈，擺放紫水晶洞或者紫水晶球，增強喜慶能量。可插9支紅色鮮花、玫瑰、牡丹為佳，或懸掛紅色燈籠、中國結等喜慶裝飾。成雙成對嘅擺設，如鴛鴦、喜串擺件，亦都能催旺姻緣運。單身者可在此方位擺放粉晶、紅寶石等提升桃花運，已婚者則可強化夫妻感情同家庭和諧。此外，九紫星亦主貴人運，職場人士喺此方位活動能獲得上司賞識同同事支持，切忌避免藍色、黑色物品，因水克火會削弱吉星力量。正北方喺2026年迎來6白武曲星，五行屬金，呢個係小吉財星，主管偏財、橫財同埋貴人運。6白星能帶嚟意外之財，適合經常購買彩票、投資股票基金、從事業務銷售工作嘅人士催旺。此星亦都能帶嚟貴人相助，喺事業發展中獲得意想不到嘅機遇。催旺方案：正北方位宜保持視野開闊，避免梳化、書櫃等大型家居遮擋。建議鋪設黃色地氈，擺放黃金閣、發財樹等大葉植物，或放置黃水晶聚寶盆、貔貅擺件，頭朝窗外。若窗戶喺宜方位，可懸掛五帝錢聚財器，效果更佳。金屬製品如銅器、金色擺件亦都能夠催旺金星能量，擺放數量以6為佳。此方位適合放置保險箱或理財相關物品，但切忌堆放雜物，需避免紅色物品，因火克金會損害財星力量。經常喺呢一度方位活動或者面向此方位工作，有助於提升偏財運，獲得額外收入同投資回報。東北方喺2026年飛臨46文曲星，五行屬木，呢個係文昌吉星，主管學業、考試、智慧同埋文職工作。此星對學生、備考人員、教師、作家、編輯、設計師等從事努力勞動同創意工作嘅人士特別有利，能夠提升學習效率、考試運勢同創作靈感。催旺秘法：文昌塔係催旺此方位嘅最重要法器，建議選擇4層、7層或9層嘅文昌塔。
塔尖朝向書台或床位擺放4支富貴竹，必須水培，效果最佳，取4、6星之數。此外，可擺放文竹、萬年青等綠色植物，以及書台、書櫃、文房四寶等與學習相關嘅物品。藍色水晶球亦都能增強智慧能量。若家中有學生或備考者，建議將書房或學習區設喺東北方，或讓書台面向此方位，保持此區域整潔有序，光線充足但唔刺眼。切忌擺放垃圾桶或者雜物，避免白色、金色物品，因金克木會削弱文昌星力量。定期打掃更換富貴竹嘅水質，保持環境清新，有助學業進步。中宮喺2026年迎來100貪狼星，五行屬水，主管桃花、人緣同埋感情運勢。此星能增強人際魅力同埋異性緣分，適合單身人士催旺以尋找理想對象，亦都利於從事銷售、公關、服務等需要人脈資源嘅職業。不過已婚人士需要適度催旺，避免招惹爛桃花。催旺技巧最簡單有效嘅方法係喺中宮位置擺放一杯清水，定期更換，保持乾淨。水培植物如富貴竹、水仙亦都能催旺桃花運。流水擺件，風水輪可增強水元素能量，帶動氣場流轉。粉水晶、月光石等具有愛情能量嘅晶石亦都係唔錯選擇。單身者可擺放鮮花，定期更換，或小型魚缸養1或6條魚。需要注意嘅係，已婚人士若果唔想招惹桃花，不宜過度催旺此方位，可適量減少水元素。若果已有爛桃花困擾，則改為擺放金屬物品，如銅剪刀、五帝錢、金屬音樂盒等，用金屑水嚟化解，避免使用黃色、中式裝飾，因土克水會壓制桃花星。正南方喺2026年飛臨五黃廉貞星，呢個係9星中最兇險嘅煞星。五行屬土，主管疾病、災禍、意外同埋死亡。更嚴重嘅係2026年正南方同時亦都係馬年太歲方位，形成雙重兇性，必須高度重視化解。此方位若處理不當，容易引發健康問題、意外事故、官司訴訟、家宅不寧等災禍。化解方法：此方位必須以金屑土嚟化解煞氣。最重要嘅係擺放6個銅鈴，發出聲音化煞效果更佳。同五帝錢或六帝錢，鋪設白色或者灰色地氈，懸掛金屬風鈴，擺放銅葫蘆等金屬製品。所有物品以白色、金色、銀色、灰色為主色調。嚴禁事項：正南方絕對禁止動土、裝修、釘子、打龍等破壞性行為，否則會觸動煞氣帶嚟災禍。不可擺放紅色、黃色物品，因火生土或土加土會加重兇性，避免放置爐灶、長時間停留或嘈鬧喧嘩。若臥室或者大門喺度方位，需加倍擺放化解物品，門口掛五帝錢。家中老人、細路仔、體弱多病者，尤其要避開此區域活動。正西方喺2026年飛臨三碧祿全星，五行屬木，呢個係凶星，主管口舌是非、爭吵、鬥爭同埋官司訴訟。此星容易引發家庭矛盾、夫妻爭吵、鄰里不和、職場紛爭、合同糾紛等問題，甚至招致小人中傷同法律麻煩，需要認真化解。化解方案：三碧木星必須用火蝕木嚟化解，最有效嘅方法係鋪設紅色地氈，懸掛紅色中國結，使用粉紅色窗簾或者紅色抱枕等裝飾品。紫水晶擺件亦都有助於化解是非，數量以9為佳。火數：保持此方位安靜平和，避免過多活動，嚴格禁止正西方切勿擺放綠色植物。盆栽花位亦都要避免木質家居過多，呢啲會加重木氣，增強兇性。藍色、黑色物品亦都需避免，因水生木會助長是非。不宜在此處放置電話、音響等設備，以免增加口舌機會。建議2026年謹言慎行，控制情緒，避免爭執，遇事冷靜處理。職場中避免喺此方位談判或簽約，減少糾紛發生嘅可能性。西北方喺2026年飛臨二黑巨門星，五行屬土，呢個係病符凶星，主管疾病、傷痛同健康問題。此星容易引發慢性病惡化、身體不適、意外受傷、精神壓力大、失眠等症狀，對家中老人同埋體弱者影響尤為嚴重，必須妥善化解以保健康平安。化解要點：西北方需用金屑土嚟削弱病符星力量，銅葫蘆係最佳化解物品，葫蘆能吸收病氣，建議擺放多個增強效果。五帝錢或者六帝錢亦都係必備化解物，可懸掛或者平放。金屬風鈴、
6個銅錢最佳，白色地氈、白水晶球、鹽燈等都能化解病氣。天然鋼葫蘆亦都有輔助作用。嚴禁事項：西北方絕對唔能夠擺放垃圾桶，呢個會聚集污穢之氣，加重病氣。避免堆放雜物，保持整潔通風至關重要。唔可擺放紅色物品、火生土或黃色裝飾，加重土氣，否則會增強凶性。若果廚房爐灶係脂肪位，需要化解。音響、電視機應減少使用。若臥室係脂肪位，老人房間最好避開，或多放銅葫蘆加強防護。建議2026年定期體檢，注重養生保健。西南方喺2026年飛臨7赤破軍星，五行屬金，呢個係破財凶星，主管破財、損耗同盜竊。此星容易導致意外破財、財物損失、遭遇詐騙、投資失利、生意虧損、罰款賠償等財務問題，仲可能引發口舌破財同官司開銷，需要重視防範。化解策略：7赤金星要用水泄金嚟化解，最簡單嘅方法係擺放一杯清水，每週定期更換，保持潔淨。鋪設藍色地氈或者使用藍色窗簾，擺放黑曜石擺件能加強防護。小型魚缸養6條魚，以水泄金亦都有良好效果。藍色水晶球同樣能夠化解破財之氣。整體裝飾以藍色、黑色、灰色為主調。防範措施：西南方避免擺放過多金屬物品，特別係刀具、剪刀等利器，亦都不宜放置保險箱或者貴重物品。紅色裝飾會火克金，反而加重凶性。黃色、土色物品亦都需避免。建議檢查此方位嘅門窗鎖具係咪牢固，安裝防盜設備，預防盜竊。理財方面應該謹慎投資，避免高風險項目，唔輕易借錢俾他人，簽署合同，仔細閱讀條款，保留交易憑證，購買財產保險可增加保障。2026年丙午馬年嘅九宮飛星佈局，吉凶方位分明，只要掌握正確嘅風水調理方法，就能趨吉避凶，提升整體運勢。風水佈局係輔助運勢嘅工具，更重要嘅係保持積極心態，勤奮努力，行善積德。願你喺2026年馬年家宅平安，事業興旺，財源廣進，身體健康。鍾意我分享，記得訂閱並撳小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最新資訊。